说了一个重大八卦。什么八卦？我们美克拉美呀，给池总设计了一枚独一无二的结婚钻戒。哎，池总将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把它送给未来的夫人呢。你跟池总现在是什么关系啊？该不会这个戒指是送给你的吧？你想多了，我跟池墨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口是心非了吧？电话来了，还不赶快接？有些事情我想先想清楚，你先让我自己一个人静一静吧。一想到下午即将目睹一场霸道总裁的求婚戏码，想想都觉得好激动啊！美玲，我去个洗手间啊。愿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惊喜！什么惊喜啊！不要给我惊吓！你说这个池墨……怎么样？老板，戒指拿到了。那好，咱们现在出发，免得聪明等急了。好。喂，你好。你听着，郝聪明现在在我手里，你要不要听听他的声音？聪明，聪明，你老大怎么样了？本来想弄死他，没想到他不是省油的灯。老大，我刚才发现附近好像有异常，咱不会被人给盯上了吧？不用怕，有人质在，没事。不过对付赤木这种人，得多留个心眼儿。赶紧联系车，聪明在，慢慢弄死他。跟我斗。老大，我帮你联系过了，车子马上就来。走，走，走。上，快，走。大哥人呢？我这时候马上就到呢。我也不知道，等等看吧。哎，车哪叫的？怎么往城里开？哎，走错了吧？老大，咱们好像上错车了。什么？不许动！什么人？我们打劫。哎呦喂，这还一小姑娘呢！哎，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啊！都给我老实点，把钱给我拿出来！哎呀妈，你这也太自觉了吧？都我有点不好意思了。哎，我们这年头工作也不好做。这位大哥，想不到你们也有每天的营业额啊！我们也是为了完成工作嘛。钱已经给你们了，把我们放了吧。这个声音好熟悉。把手给我铐起来！韩毅，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你到底又在干嘛呀？聪明，我说这真是天意啊！我正奉命行事呢，没想到阴差阳错碰见了你。你奉谁的命？这是宋小小临走之前在我这儿的最后一个订单。那我就在你这儿订一个高价订单，订单的内容就是，如果我走了以后聪明有危险，你必须帮我保护他。想不到小小在临走之前还想着我。
这次池大爷好像发飙了，我们得赶紧表明身份，不然可能会受到人身危险。什么？怎么样？怎么样？说是给我一个大惊喜，根本就是一个大惊吓。什么？我自从遇见了你，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遇上麻烦，还有一半的时间就是在处理。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为美克拉美设计的纯情和惹火，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到纯情惹火发布会。今天既是纯情惹火的发布会，也是我们美克拉美的年会。在过去的1年里，我们和池氏集团合作，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我们和池氏集团联合开发了纯情惹火的新品。那么今天我们美克拉美还为池氏集团的总裁池墨先生准备了一款特殊定制的戒指。这枚戒指是由池氏祖传的陨石对戒改造而来，有请池墨先生。众所周知，这枚戒指是我花了5000万拍回来的，而另外一枚是聪明在路边捡到的破烂石头。这2颗戒指看上去天壤之别，就好像我跟某人一样，但实际上，它们的材质是相同的。不管身份上有多大的悬殊，命中注定，他们2个是一对。早在3000多年前，这2枚戒指就已经降落在这个地球上了，之后的时间基本上没有分开过。所以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想把这枚戒指送给郝聪明小姐。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做这2枚戒指的主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能像这2枚戒指一样，彼此守护，永远不要分开。宝珠，你来送我啊？听说你要回老家啊？对，是。那我和你一起去吧。啊什么？正好我也想旅游散散心。虽然你邋遢、世俗、好品味、个子不够高、长得不够帅，也没有我有钱，但也勉强算是一个合格的旅伴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池大爷，这一套怎么样？这套还不错。哎，你转个身我看一下。如果那个腰身能够再收一点的话，就更完美了。池墨，我已经换了10套婚纱了，你要不要那么挑剔啊？结婚是大事，您是我的新娘，当然要尽善尽美了。喂？啊？怎么会啊？
我跟你说，你不要听韩毅的，他说的那些东西都没谱。跟你的前未婚夫打电话，还需要避着我呀？怎么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其实呢，我是在给你的前女友打电话，要不要来听呢？郑宝珠啊，他现在不会为难你了吧？当然不会了，他现在跟唐花小两口恩恩爱爱，生活美满，哪有空为难我？对了，听说他要跟唐花回老家见父母了，可能是好事将近吧。那我呢？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见父母？我们老家的规矩可是很多的。首先呢，你是小小。喂，你都快嫁给我了，怎么还想着那家伙？你不是宋小小，干嘛用宋小小的表情啊？开启宋小小模式。好笨蛋！哎，你怎么会知道他给我起的外号啊？天王盖地虎。迟暮郑小小。哎，虽然反了，但是你怎么会知道的啊？你猜了？好笨蛋！啊，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抬你头了，好不好？夏天应该不会遥远，秋天的风潮伴随落叶，冬天我单薄的鞋。聪明啊，看什么呢？走了。可以比想象中甜美，我们在季节里